大家好，这内底我要知影有啥人看第二场啊？哇，感恩多谢啊！那么请后面的才来的，请您坐位哈。我们现在要表演咱的第二场。那第二场呢，每一场都很精彩，但是呢，我希望大家能够坐下来，很安心的看他们的表演。那么我们今天表演是国立台湾艺术学院他们的歌仔戏，是前天晚上在为台湾回归来讲，他们经过了10几个钟头的飞，然后到昨天到，我们昨天在这个地方 rehearsal 到3更半夜，今天早上。因为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因为他们有9支麦克风，他们是现场唱的哦，不是录音的哦，是完全现场 they sing OK over here not really with the song OK， 所以呢他们练得很辛苦，那么今天呢就是要把它表现出来给大家看。现在呢第一场呢他这一场会演6出戏，那是6是一节一节，每一节差不多20分钟的折子戏。咱台语讲这拉戏，就是把每一出戏的精华、最精彩的那一段，把它表演戏出来，perform 出来 ，OK。所以你们要是不懂得 Mandarin 或不知道的话，你们可以看两边的 screen， 它有 translate to the English. I know a lot of second generation. When you are here, you don't know that much 的汉字。所以你们可以看那个look in the translation, so you will know most understanding what does it mean when they are singing, OK？ 所以我们第一场戏的是叫做爱戏囡仔。好，那我们就来开始他们的第一段的演出。
是真。